强，有他强。清风拂山岗，他横有他横。明月照大江。原来九阳神功竟然是全剧最强唯心主义内功心法，只要修炼之人的内心足够强大，便可以所向无敌。但见盘膝而坐的无忌双手掐诀，开始运转九阳神功，整个人很快就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疗伤状态。见此一幕，丁敏君还以为是无忌在故意拖延时间，便出言挑衅道：“你要是不敢接我师父第三掌，趁早滚得远远的。”身后的芷若见师姐如此尖酸刻薄，心里顿时急得不行。为了给无忌哥哥争取疗伤时间，随即给灭绝戴起了高帽，说峨眉派的仁义之名流传百年，加之灭绝又是仁义宽厚之人，自然不会和无忌这样的小辈一般见识。只是这少年今天有些狂妄自大，师父这才略微出手教训一下。况且师父的功力高深莫测，即便这少年再练100年，也不是师父的对手，所以就任由这少年疗伤一阵又有何妨？听到这里，灭绝顿感美滋滋的，一旁的殷离婷也随即附和道：“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这个时候谁敢动他，我殷离婷第一个不答应。”事已至此，丁敏君已经是无话可说，而无忌也是不负众望，前后只用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便将一身伤势恢复如初。见此一幕，灭绝顿感邪门无比，难不成这少年并非肉体凡胎？至此，灭绝的内心再无必胜的把握。为了待会儿不至于太过丢人，随即故意说道：“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人家说我以老欺小。”然而即便如此，灭绝的心里还是没底，于是又故意说今日可以破例饶了无忌，然后就要他赶紧离开。一听如此，无忌顿时喜笑颜开，并询问明教的兄弟是不是可以一起离开。却听灭绝愤怒说道：“我的法名是灭绝，对妖魔邪道要灭之绝之，绝不留情。师太，灭绝这2个字是白叫的吗？”眼见灭绝仍旧不肯放了明教的兄弟，无忌随即决定硬挨灭绝的第3掌。见此一幕，灭绝也不再废话，直接运起10成功力就要拍向无忌，却不想这时忽地传来一声大喝：“灭绝是掌下留人！”众人闻声望去，只见一人飞入场中，来人正是殷天正的儿子殷野王。他见无忌对明教的兄弟舍命相救，索性便决定代替无忌承受灭绝的第3掌。见此一幕，灭绝赶紧说道：“小子，有人替你出头了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”晚辈不敢贪生妄意。听到没有？这小子不领你的情了。眼见无忌如此执着，殷野王也是无话可说，只是向无忌投去了赞赏的目光，随即转头警告灭绝，说他今日最好言而有信，否则就让他峨眉派的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对此，灭绝原本还有些不信，可殷野王接下来的操作瞬间令灭绝脸色巨变。现身！